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今仔日来甲真伟出版社，你敢有听过这个出版社？也许你毋是文青，但是你可能开始在册店，你有看咧讲，哇，福尔摩沙之王像这种册。但是我甲你讲，真伟出版社在过去，像阮这个会所、阮这演的人，哇，伊逐本出的册，敢若圣经共款，因为对着台湾意识的启发。就在阮这代，渐渐啊，会当来了解讲，哇，原来台湾有一款代志，你来看，老台湾的故事，咱台湾踏插手记，比远古的台湾，种种等等，乃至到同时间改严进程，安怎来出版？咱今日好好来听真伟出版社的故事。咱头仔讲吼，真伟出版社，这灵魂人物，今仔日爱对这个灵魂人物，甲伊后来接手的后生，以及因的主编来看，出版人到底是安怎度过这漫长的出版人生来找社长，社长你好，哎，哈哈，谢谢，社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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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坐，你请坐，欢迎你请坐，欢迎来，我坐遮。好，社长吼，其实我买恁兜的册，对高中3年，是，甲即马，啊18岁，买到即马才好，你看38档的，38档，尤其即马恁迄少年款的册吼，有的作者吼，伊要出版的时阵会来找我讨论啦，迄社会书迄册，吼，伊就找我讨论啦，安怎啦，伊加减要问一寡。哦，较中南部啊，公务书啊，啥？恁的册吼，甲其他的这个专业出版社，譬如讲蓝天啊，还是讲就无同。我感觉是这个个人的色彩、个人的兴趣。但是讲哇，这种册你也敢出？啊，你是存慢慢了钱的哦。你甲人讲吼，你咧出版册的时阵，敢有想到想要来趁钱？还是先安怎想？先研究无伤身体，再研究有效，还是安怎？我做出版的时阵，就有先代咧讲起，你要好做吼，你着看市场需要啥物物件啊，你着制作出版迄个物件去供应市场，安尼你着较轻松。啊，你若要较搞怪咧吼，你着是准备爱食苦，对。啊，我偏偏就是一个。搞怪的人，我无我的想法吼。做出版当然动作足济嘛吼，我着爱出，别人无想要出来，甚至袂少嘛是想要出，但是唔敢出来。安尼就要紧，这我拢来试看卖。但是这种高门独市的代志吼，要做来做第一名，啊若无食，你做第二坎的可能就分起草，你就分无遐济。是，这个过去当中吼。大家也知影讲，社长自早开始是东国的出版社呢，三民出版社呢，吼，三民吼，恁5岁，那5岁啊，三民唔是公家的出版机关，唔是公家的机关，完全私人的企业。哦，so是，伊是迄个名，拄啊好叫做三民，拄啊好叫做三民。听讲啦，本来是3个头家的意思啦。啊，是啊，尾啊，当然。就是其他股东就退出啊，尾啊独就剩阮我去认识的，老头家，我三民出身的嘛吼，对，我老头家就是迄句就是干那伊，所以咱甲误会安尼吼，是，真侪人拢是有这个误解啦。我才会咧想讲，迄阵是三民出版社，哪会开始让旁，互你出版一寡本土。作家，我的头家算真器重我啦吼，嘛知影讲我含台湾文坛的一寡作家吼，敢若小可有来往，因为我是文化学院的中文系文艺组毕业，科班出身，嘛算科班，本来是想要做作家，但是叫做
机缘甲天分拢无够。无啦，你问影啦。所以才来做出版。去互出版耽误作家啦。是，所以阮头家都有一个，就是讲，你敢若有台湾本土作家，你有识吼？你看要来策划一套叫做《台湾老中青三代的作家集》吼。哦，所以迄阵你的老头家已经闻到起草有这种趋势啊。嘛毋是，伊的出版量真大啦，因为三民吼，古早时代就除了大学教科书、高工五专教科书、课程用书之外，上早有三民文库。三民文库就是拢文学创作较侪嘛。当然有兼一寡迄个叫做知识性的吼。我会记迄阵是叫做从龙总刊，哟。毋是，迄是三民另外一个。叫做管理企业是东大图书公司，内底有一个叫做沧海丛刊。沧海丛刊嘛。沧海丛刊对，丛刊对，对。这个机缘你开始接触遐真济吼。是啊。但是你嘛3年外你就离开，就开始就出来，家己创业呢。是。迄阵才有几岁？我离开三民大概是30岁吧，台湾岁啦吼。对，对。我是1979的6月，就进入三民，我就算讲我伫遐算做宅啊吼，做学徒啦吼，对，学功夫啦吼，阮头家算对我真疼惜吼，当然好，三民有伊个方便的所在嘛，伊本身就册店生意都好，除了教科书是行迄个叫做学校路线之外吼，伊个门市吼。生意都好，所以这就是我都迄个叫做支撑伊的出版的。有当支持啦哈。对。当然啦，迄句台湾咧做教科书的其实嘛无几间啦，所以就是伫这个机缘之下吼，我有甲规划一套台湾的，本来按算要做30本，尾啊吼。老中青就是3代啦，吼，较年岁较悬的，中年纪的，较少年一辈，对，所以我是先出这个少年一辈的作家，伫遐做，有几个人吼是第一遍出书的，他们要红起来，嘛无红啊，无在阮的心肝头就说，哦，这啥物安尼？但是有引起重视，大概是特别的啦。因为吼，迄差不多拢是结合种，讲毋捌有迄个台湾出版界毋捌有做一遍吼，一遍就10本出来吼，拢是台湾作家，还是陪伴性足强的。迄阵是有啥少年作家有？少年作家，我第一批出来，你讲第一遍出书的吼，就是彭瑞金哦，彭水金嘛，钟元豪，胡锦花。金发啦，对，金发啦，一个查某作家叫做陈炎秋。第一批内底有包括向阳，包括宋哲来，迄种算已经有成名的吼。嘛有包括林清玄，就是安尼出来啦，拢总有到尾开吼，拢总敢若出20本尔，因为听讲，一定有意见啊咧。对，无，伊应该是。我都引起伫文坛来讲，出版界来讲，应该就算一件袂小的代志啦。就是做一遍10本咧推出，其他的文化界人士大概都好，安尼才奇怪。三民主要是教科书的市场大宗啦吼，有关这叫做文学书，伊叫做社会书啦吼。社会书吼，一般拢是会去流通去册店吼。你若讲这个文学书、社会书吼，拢会流通去册店。但是三民的路线无啥共款，伊主要拢是行学校、图书馆，教科书当然就是教务处、营养处，迄拢做大批咧买吼，有引起重视，不只是有关单位啦吼，对啊，我是无看到正式的公文啦吼，我唔知啦，但是阮头家甲我讲，有关单位有咧关心啦。敢若是关心尔吼，我个老头家吼，伊个迄个叫做有关党政方面的关系，
我那相当袂歹，袂歹啦，所以对，有栽啦，伊叫我讲，伊今仔头甲大讲免插哩，出去的。咱老头家是台湾人还是？无，伊是外省的吼，对。在你的心肝头内面吼，是民族主义为重，还是自由主义为重？这两种吼，是会当同时间存在吗？你也接触真侪出版的人，伊无一定是真正讲啊，伊台湾意识偌强有啥，但是伊这个反抗意识，对着自由民主，伊嘛是有真咧争取，吼，真咧追求的。啊，咱应该安尼看待些，咱小等下来讲吼。你先甲咱讲讲，你这顶头摕哦，你来介绍。这有的是最近出的册。无，这是我抽出来吼。我感觉讲对我来讲，我咧做出版的，我想要出的物件吼，包括迄个叫做触着这个素材啦吼，包括出的版本。对。你这手头这是武士刀啊？这是武士刀。对，这本是李登辉先生的著作。日文写，对，伊主要是咧解说武士刀。这个版本吼，其实我个人吼，我作介意这个版本。对。叫做手掌书啦，手摕咧，安尼就摕，对。伊句大部分拢嘛是做平成本的啦。我就讲，这则有价值的书吼，所以我这个系列吼，这个叫做台湾国民教养总书。政治系列。是。其中的一本。原来哦。对。尾嘛有出着这个日本。成首相，迈向美丽之国，迈向美丽之国吼。安倍首相，安倍先生来做，所以我讲这个版本吼，是我真喜欢的版本。尾就已经叫做市场流行的吼，这款的书就较无啊。但是这书是拢算真有价值的书。算 milestone 呢。对。里程碑呢吼。是啊。对。我尾有推出一个系列，叫做台湾经典宝库。我的计划本来是，按说要出100本，但其实对叫做19世纪吼，1850就可能以前的西洋的人咧写台湾，拢是外文的嘛。所以就是爱翻译嘛吼。阮甲阮。除了有翻译的人手之外，还佫有请人做教主，叫做导读。对，像这本册，嘉音老师，这阮老师啦，这阮老师啦，这就是拢同一个系列的。出到久吼，这第一本就是马街的回忆录啦。马街回忆录啊，迄个弗朗花福摩萨，伊家己写的。算伊的传记。这内面足精彩，足侪资料伫个呢。伫顶头，伫淡水河的这船只顶头咧过圣诞暝。是啊。开 party 食物件，开这个罐头吼，安怎呢？哇，足趣味的。这就是伊来台湾以后吼的技术啦。伊家己写，对。原著当然是英文的嘛。阮就尾仔甲处理说，其他嘛是有人出过，迄个同款是翻译的版本啦，嘛是有啦。这是经典性的物件吼，所以我就甲归到阮的台湾经典宝库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有想法啦。我想讲就是除了讲是外国人咧写台湾之外吼，其实中国人包括因的。官方人士啦，吼，来台湾做官的来台湾。嘛有写这风纪啦，写记录啦，游记啦。对。迄个遐物件，但是遐物件共款，大部分拢是叫做文言文的。迄个需要白话来，甲翻做白话，即摆较好读。对。是。当然，阮这本像我这本叫做番薯六考。番薯六考。这就是我知啦，
啊，这个黄书进吼，迄个叫做迄句的台湾御史吼，清朝派来台湾的御史吼，考察所观察到的台湾这本吼，就像宋哲来，来做白话，翻做叫中文的白话，然后因为是讨论到边邦族，甲原住民，所以阮阁请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的检察官教授吼，伊来做教主。我要来问社长吼，一个问题就是讲，其实你做出版吼，你是出业了就立志要来做出版吗？还是讲人生就是安尼，就行啊遮，就变做讲我就愈做愈欢喜，来做。我的意思是讲吼，有的人是人生真幸运啦，兴趣甲工作吼，拢踏做伙，就直直啊行。你是做即种？我本来较想要做记者。真正我嘛做过一工的记者，做过一工的记者。对，就是入去三民任职进前的头一工，其实我是有去做过报社，报社记者，迄是南部的一个报纸伫台北的办事处。我就往那去应征啊，应征嘛，伊讲好来，你来试看卖，我嘛是试啦，吼，对。真正的吼，迄工头一工，因为我是菜鸟啊，我分配是叫做社会新闻的记者，所以老唔捌，所以就一个较老的来带，师傅来带。听讲我分派，因为伊是小报社嘛吼，我分派是我爱走逐个分局。受了头壳疼哦。对啊，我想讲这我买命吼，所以我想讲这考虑者，我毋是解释下，迄句就是讲，迄个三民拄啊好，是讲我那叫我去任职啦吼，所以我尾了，我就选择来三民主局，三民主局当然已经拢知三民主局就是你创啥嘛嘿？你去读中文系吼？创立前的出版社以后，我就真正无想要改动。别项我真正是袂晓啊。对啊，因为你若家己要创业，你若做其他的工作，可能嘛是爱搁对头开始。我若你已经有基础啊。对，我若来做出版吼，算阮老头家小可有甲我牵教着吼。我就爱讲，出版是这么一回事。虽然像伊迄款的规模吼。我无法度，但是有关台湾文书这方面的吼，我大概是应该有法度出。有法度那个作为一位台湾人吼，应该爱来出一个有关台湾的物件。咱知嘛，迄句是，我创业时候佫是戒严时代嘛，是叫做当国有关单位的竞争是非常。你敢有在？戒严的时期有册向禁出版过？有啊，超几本？前后应该是几十本以上有啦。第一本吼，第一本就是出叫做施明正吼，伊的第一篇小说集吼，叫做《岛上爱与死》。对，岛上爱与死，爱与死啦吼，对，爱甲死啦吼，对。就因为新闻作品讲的吼，所以出版大概2个月的时间了，伊顶面吼，我讲的顶面迄句咧管这个文化检查的吼，第一本啊吼，我讲我都出我第一年尔吼，出我迄句初期是拢出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嘛，对，这是第9号吼，叫做。岛上爱与死啊，施明正著《岛上爱与死》，禁书吼，主要是爱听警备总部的。对啦，警备总部咧查起啊。对，警备总部所以这个查禁的公文是拢警备总部。依法的，对。前卫出版社的地址伫倒吼，林文清发行，施明正著《岛上爱与死》一书，32开本，248页，家父。宋哲来著所写的了哈，
人权文学巡礼，并世界台湾作家施明正译文待续23页，内容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扰乱视听，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2条、第6、7两款，依同法第8条之规定，扣押就是查禁其出版物。说明的第2项较严重，这就甲你宣示讲这本书查禁啊，爱查扣啊。第2项说明的第2项，请依权责转之所属各有关机关、各级学校、各社教机构、图书馆查报，清查报缴。爱上缴咧吼。对，所以我摕到这个公文是警备总部发到行政院新闻局的，新闻局就当然爱去转出叫做所属单位。哇，这张爱甲留起来咧做纪念咧。咱主要这个吼，行政院新闻局是警备总部发落去，这咱即摆那少年朋友啊听起来，你头脑讲警备总部发文吼，行政院新闻局你都爱查办，你来创啥？这是什么体制？吼，这是迄个叫做公务系统机关吼，因安尼因其实吼，因还佫有一个叫做文化检查小组，吼，分别来讲叫做新闻局啦、新闻局所属的各单位啦，警备总部因嘛人员嘛，有迄个侦查员啥物吼，佫迄个叫做连派出所。警察啦吼，警察系统的吼，嘛是因拢会知。所以我的查考有一遍，我买陆续佫被查禁的拄吼，对，有甚至当然通常就是讲遐文化检查小组因去册店书报摊去看到的啦，就是去收啊，有一遍我迄个管区的警员，竟然嘛来募资啦，以后 KPI 就对啦。讲，因收迄是有钱的啦，当然有奖金的啦，有奖金的啦。所以我就唔知讲，我迄个管区警员是拄啊欠收费还是安怎？所以就是迄个年代吼，迄叫做平庸的罪恶啊，是平庸的罪恶。是啊，大家不知不觉当中做着这帮凶嘛。咱小等过来看讲，咱前卫出版社，咱社长个第2代，安怎甲这个时代变迁当中继续来往前行，但是继续前卫哦。拄着这个读者甲我讲，我是看恁的册单。我拢笑开甲讲，我是搬阮公司的册单。属于咱这个世代新的代志，咱要安怎家己发展出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阮就是咧传输、传达这个台湾意识甲底线的一个，阮一个小小的站，继续做，继续打拼，是咧创啥？证明讲，这是台湾一个真艰辛的存在。恁大家掠做讲这是出版社，即摆出版社才变工变甲后这堂叫做形成人。形成人，这是什么册？这是一本科学地球科学的漫画，伊专门要互一寡国校国中的学生，伊会使看这个漫画，去学习地球科学的物件，嘛会使用学习台语安尼。哇，即摆
咱咧讲前卫出版社过去拢本土意识啦，台湾文学啦，即摆才前卫着吼，用台语咧讲这科幻故事啊，形成人、西提星系、雷航记、台语有声漫画，哇，这是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来企划，甲动画公司做伙合作的。哇！你这本册你看薄薄啊，其实我看真了工哦。哦，做了工的，是。啊，迄个工程足大的，伊录音就录要一年啊。录音都要录1年哦。阮这个漫画拢总有4本啊。哦，总共4本哦。啊，伊四本出版了后，录音就一档安尼。哇，这哦家长哦，你若有咧看咱节目哦，你会知来。其实即摆整个这个册面顶头吼，嘛有真侪有声的这个开始拢咧流行吼。你甲咱讲吼，尤其你算少年头家啦吼，副社长吼，咱即摆前卫吼，对戒严时期，像恁老爸迄阵时走吼，即个警备总部吼。叫查禁，有当时走这个选举场吼，乃至到虽然讲开放了后，感觉这个买册的人才变少呢。对，吼，所以恁是因为感受到讲有这个趋势，所以爱开始改变这个方向。我看方向嘛无啥改变啊，拢是台语的。你安怎看待这两代志？基本上是。以早啦，我自细汉其实就定对阮社长啦，嘛是阮爸爸吼，对伫出版社活动啦吼，伊来上班，我就来遮啰嗦啦吼。所以阮41年的历史啦吼，然后所以足侪拄着足侪读者甲我讲，我是看恁的册大汉，我拢笑口甲讲，我是搬阮公司的册大汉，对啦。所以以早阮爸爸嘛是会去选举场去卖册嘛，去摆册啦吼。所以我嘛是会对伊去卖安尼。几啊十年来吼，看到足侪读者看阮阮的册啊，社会运动、街头的参加运动的人来看阮的册。毋过时代一直伫变，一直伫过。以早看即寡册的人，伊可能慢慢的离开嘛吼，变做新的一代，伊无经过迄个社会运动的经验，所以对这个题材的物件，可能较无直接接触。真青春。对，所以伊会感觉讲做青春的这个题材伊无看过，可能无迄个兴趣啦。加上网络时代嘛吼，网络时代迄个物件拢做多元的，吼所以我是认为讲。其实台湾的物件拢是有人想要看，但是伊无去接受过，所以还佫有咱要安怎去甲整理出来，用啥物手法去甲表现出来？对互伊感觉有兴趣。其实台湾的故事足侪人拢想要知影，但是讲你若是用80年代、90年代的方式，伊会感觉讲，这敢若甲我无啥会合，吼咱用一个。你今仔几岁啦？我今年42岁。42岁，你嘛无算少年呢？我嘛是中年啦。你嘛算中年人哦。但主编你才有几岁？我36岁。36岁吼，差6岁是有小可年代有小可迄哦。你来看吼，你随便来咱介绍讲一本册，你是安怎来选这个册，来做这个册？你摕一本来互咱看。好。首先和大家介绍的嘛是咱前卫出版社进前出版过台语版的小王子孙聪老师，佮有咱庆兰老师嘛参加伫这本册内底。是。这本册嘛是爱佮特别介绍，是因为讲伊即马出版已经9刷啦，1万本啦。是。哇，这册王呢？哇，孙聪先啊，真老了哦，9刷呢。对，所以。一本台语册爱做到1万本，我想讲可能5档甚至是10档，就应该大家拢想袂到有这件代志。这差不多出版几档？3档。3档的9刷哦。是。哇，这金鸡母呢？这算金鸡母啊呢？是。哇，这而且这是世界名著，这是大家拢知的。对。结果有台语，这种方向。
对，所以咱嘛发觉有一件代志真有趣味啦，就是讲，买这本台语小王子的人，敢真正一开始就对台语才有兴趣？其实无一定，无的确，所以有的人可能是伊就是小王子的卖，一直咧销小王子，所以伊就是看到有一个新的版本，啊，伊过去可能收真侪华语的版本，有一本台语版才特别，所以我来收一本来看卖。除了小王子以外，阮最近嘛出一个《五万甲偏见》，这个故事就是咱要安怎用台语去甲这个世界的经典，用咱家己的话语，用咱家己的经验来理解，对。譬如讲，大家看《五万甲偏见》，伊袂输是一个外国的真高级的社会内底的故事，但是事实上，伊就是咱普通时啊中产阶级，我大家厝内底咧泡豆咧讲一寡什么人要和什么人结婚啊。睇囡仔咧嫁出来的代志啊，这其实拢是咱台湾人素常生活经验内底会讲到的题材，对。所以透过这世界名著，会当来理解咱家己，是，会当理解这个世界，是。这算做大桥梁啦，是。但是呢，我来讲他当阮的这个气味啊，伊头一看就看，哇，台语原来是这样，因为伊台语小可袂通。是，但是华语会使安尼啊，所以讲哇，即马有遮趣味的即台语册你甲咱讲，恁是安怎来设定讲恁的受众，还是讲无咯？恁就是骗即个片仔即个直觉，看到什么人会当写即个册，你就甲收来。恁是安怎去找即个册，啊，去做定位，甲一般做华语册有啥物无共款？这几年大家对母语的意识拢起来啦，所以阮陆续嘛有做者作者有伫讲联络嘛啊伊就讲伊这其实是因爱提案的啦阮看过了讲原来咱的母语有遮济水开的所在，啊伊甲用图爱甲表现啊阮认为讲这是互一寡本来袂晓讲台语的人。啊，对台语有淡薄仔兴趣的人，伊看到这本，伊会亲历咱的语言的世界内底，所以用这个方式，敢若入门砖的概念安尼，对。你个看，这叫累积，累积，搁内面搁文字甲你解说这叫做啥？梦神，梦神，是。就是讲一寡模型啊，互人牵去迄个山顶啊，啊，几若工才转来这种故事。拍蜡梁，这真简单。我会记差不多30-40档嘛，有迄个真简单用文字就去写讲台语的俗语是。即摆的少年人恐惊无一定爱看迄种物件。确实，因为咱讲俗语谚语，这就是咱以前农业社会传落来一寡智慧。但是即摆大部分的人拢是咧上班，拢是咧做无同款的代志。所以这个智慧，你就无法度含现代人的生活经验甲做伙。当然，伊确实真重要，但是属于咱这个世代新的台语，咱要安怎甲伊发展出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你甲咱看这桌面顶头你会当甲咱讲，你当初是要出版的时候小可担当，但是后来讲话效果袂歹。为啥？你敢有看？举例啦，像这本社会书啦这本社会书，伊就是甲咱台湾政治一寡选举的物件一寡派系一寡咱即马拢讲小清新嘛拢讲迄政治拢垃圾代志嘛伊甲这个物件。强标恶毒伊也做复杂的关键词当初伫做的时候，认为讲这本书应该是心头淡淡嘛，刚刚你讲结果无想到讲袂歹之外，佫有着迄个金鼎奖金鼎奖人文的迄个推荐所以。这嘛是一寡意外少年一代，而且这个读者来看这本册拢是少年一代，对。社会书嘞，张新友啊，伊咧写这本册的时阵，佫有来找我开讲了解一寡代志。我想这少年的，你写这，敢有人看？我想讲像咱这种50-60岁人，见讲过去，你敢要来听？讲伊听个真趣味。
我想讲好啦，我你爱听我就讲互你听。无的确讲哇，无字五都写出来这济哦，真趣味，这有影。所以有当时出版哦，那是敢若跋筊，是种甲社会对话这过程。可惜。这咱小等爱请副社长甲社长要来对话，恁爸仔囝的对话到底这个出版社好奇好强啦因为像我差不多16、17岁的时阵，就知影恁的出版社变做恁的读者，开始一本一本买。我差不了解，我贡献有1/3阮的股东，我算股东啊西中的读者，算做西中的读者虽然后来厝咧已经泛滥去全一本10块去卖互外地，是即摆大部分QQ 啊买，但是又开始又搁开始，拢是恁来的小等下，咱来看爸仔囝对话，来看前卫出版社如何在台湾人要有意识之外，台湾人嘛要有知识。咱看这本册叫做《被出卖的台湾》，这 George Kerr 这本册这是介有名，这嘛是咱前卫出版另外这本册这本册当年是轰动啊，台湾论小人成古巴是啥？这拢是咱前卫出来。是，小舅你甲咱讲当年你咧出版这两个，你什么心情？被出卖台湾当然是George Kerr的名作当然因为George Kerr有台湾经验，228的台湾经验，所以伊尾等于美国以后，伊写一本《佛光山之罪》，有出英文版，有故事的啦对，英文版，但是去拄到叫做蒋正权乌用一寡叫做空放出来，所以迄句的台湾政府就做袂爽的，所以就是伤空伤芳想尽办法去买断迄个叫做因伫美国出版的版权，对。但是无爱出版，这个进程对，无爱出版，无爱公开流通就对。因为这就是对因的政权有影响嘛对。因为George Kerr嘛有将这个英文版部分已经有分散去到迄个美国的其他国家友人士啦尾就是遐有人就甲伊翻做叫做华文版的对。华文版当然当初是嘛是要靠伫台湾同乡进步的台湾同乡，甲叫做有资源的台湾同乡大家出钱来共同做，由迄个陈英成迄句伫迄个美国咧教书的，伊甲翻做中文版的，中文版的嘛是爱透过美国的台独组织甲印做驻联络伫东京甲伫日本甲伫美国原来是半公开推行对。当然啦，主就是禁止嘛对，袂当入来台湾嘛。听讲拢是爱坐船转来爱有人偷查转来。迄句伫我出版被出卖台湾，即阮的版本进程其实台湾都已经有迄个叫做人印咧卖的版本啊。对。卖人其实我嘛知啦，就是啥物人，但是包括讲靠用上因迄个生根杂志因嘛大部分。你做连载啊？做连载。咱是读这个连载才读到啦。对但是迄个叫做毋是完全的，毋是全译本。对啦，对。所以我尾我就将一本用专译本的形式出来。想袂到讲，我出来以后，不知无禁，各有迄个叫做中国派的学者，有报道这本出版的消息，搁伫《中国时报》写一个书评，
对。时代就真正也放弃咧吼。是，哦，这嘛真意外，我都准备买你金嘛，无台湾有一句话啊，煮若禁，可能搁较好卖啊。唔禁啊，当然禁以后，就是阮来用其他的叫做流通管线吼，管道吼去流通啊，是，这个小林神奇的。嘿，可贝亚是日本真出名的，迄个叫做右派的漫画家，伊日本的漫画市场哦，原来真侪，拢销售量拢足大吼。这可贝亚是这本书的因话就是讲，我的伫日本的朋友吼，黄文雄、柯文佑上吼，毋是，迄个是。伫日本亚比的迄个，毋是台湾，毋是亚青的迄个，毋是亚青的迄个啦吼，对。伊介绍个金美玲女士吼，因做伙推销去含小学馆，这日本的出版的单位是小学馆，我上到有名的出版机关吼，叫个人你来含因处理版权的这本会迄读。摕倒来台湾出，大家出。对。所以阮就这嘛真轰动的。但是我趣味的是，如果即马副社长，你来要再办，你会安怎来出这本册，互少年人会当搁较食落去，较消化。你感觉？比出买台湾。嘿。那比出买台湾，我第一个方面我会改啦。请新一代设计来做方面嘛，可能会找一寡我嘛，你想讲，若是要定性出版，可能会做一个漫画版的。漫画。因为伊故事做长的嘛，可能就是甲伊整理起来，掠重要的部分，来做漫画版安尼。我会突然间问这个意思是讲，其实出版这条路，咱也知影讲，你真正要富。要大富大贵，迄事实无可能。但是要做较稳，做较稳定，有当一项搁出一项，做较有累积。这有影是无简单的。是。这要继续行落去你甲爸爸之间敢有意见相似无相共的所在？定有啊。比如讲，什么代志？大礼拜编辑会议，拢意见拢无啥相像。比如讲，什么代志？其实像册重要就是伊的设计嘛。你册做一本册出来，生什么款，迄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一印象嘛吼。不过虽然讲美观是做主观的啦，主观的啦。不过就是嘛是有一个较慢。嘛有一个爱有一个共识啦吼，伊的美感甲我的美感无同款，一定有这里坚持嘛吼，搁有册安怎编吼，迄排版安怎排，出一个题材吼，要安怎处理难免拢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啦，对。有感觉有比过讲，我讲这本册无价值，这本册唔通出了已经失败，敢有安尼？嘛有啊。嘛有啊，对，是伊主张讲卖甲你出，这像古老啊，这过时啊，嘛有吗？有，拢有，这案件足多啦。案件，社长你敢会当接受？我到时我咪听你意见啦，对，即摆迄个叫做因为我是一个编辑人出身的啦，对，所以我咧选材啦，选迄个叫做要做啥物人的书甲迄个叫做编辑的安怎排法我是拢较传统式的啦，我较倾向书就是爱做甲做成一本书的啦，对啊，我嘛定咧讲，这句话就足艺术的，书来亲像一本书对，我定咧甲阮的编辑里话讲，你这编辑就敢若读书啦。厨师啦，煮食总铺师啦，对，总铺师啦吼，无够总铺师，无一般的迄个叫做煮食就好啦吼。你着爱会晓迄个从不管伊的迄个叫做食材吼，材料是啥吼，你第一流的编辑吼，爱甲将一本书处理甲互阮看起来吼，足好食款的迄落去。
这我相信公主应该，恁副社长应该是会同意啦，吼。是。这第一印象啊，互人会当接受种啥。我读倒啊，其实我有留一个问题，互社长吼思考者，就是讲，其实咱咧出册，尤其是甲出版的自由、言论自由，吼，乃至到讲，咱即马真为过去所行来吼，在言论自由，咱来讲，即较倾向着即个自由主义，吼啊，即台湾意识可能较倾向着民族主义，吼，还是讲咱的主体意识，即两项敢有相冲突？有诶是，有诶讲诶无一定是完全甲台湾主体性有关诶物件。恁安怎来看待即项代志？讲，我即个册应该来出。即么长久以来，少年辈都较无即个包袱啊，无即历史的包袱啊，无即个历史的经验，吼，连不管是反对人士，还是讲即个侵拿的人士也好，对少年人来讲拢无感觉，但是对着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咧，我先互社长来讲。对，出版品足侪啦。政府若要去禁一个出版品吼，还是这个叫做，唔是政府的政府啦，吼，就是我本来就这是不该禁的，然后人拢拥有言论的自由嘛，吼，啊，阮出版有出版的自由嘛，就是会使出，啊，你袂使用你的公权力甲禁，唔是戒严时代，嘛唔是迄个叫做戒严时期的出版物管制办法，有法度管制的范围内底，所以徛伫这啊，你来讲，人咧争取言论自由、出版的自由，啊，田孝明先生是第一勇士，对，啊，伊甚至要追求出版的自由，伊奉献伊的性命出来，对，啊，所以这佩服，对，啊嘛真甲尊敬，对，嘿，好，啊，佮回到倒来讲，如果这是阮早期的考量来讲，啊，出来是毋是向禁？啊，你要搁出无？我是一个台湾主义者，啊，我的母语是台语，所以我嘛当然讲，我要出有关台湾主体，啊，台湾的物件，较早伫禁制的时代，足侪拢袂当出来，啊，还是出来禁掉的，啊，所以就台湾的知识界，就我都去看到遮物件。啊，我当然啦，我就讲，我若搁开啦，我就一定要来做遮有关台湾论述的部分，包括历史文学，甚至自然环保，等等，拢是会使呈现这个台湾的主体性。较严格讲，因为头前拢挂两个台湾，所以足侪人就讲，啊，你是台独的。啊，这个和民族主义有关系，伊是徛伫倒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出版物。这就是我要爱的答案，就是讲，咱应该按如何来看待，不管你是安怎对着你这个出版的这个宗旨，这应该是一种普世价值啦。是哦，这副社长，你安怎看待？基本上因为阮已经42档啊嘛，所以阮的核心的迄个概念就是以台湾本土为主嘛，吼。新一代30岁以下应该拢唔知这个历史啊。吼啊，这个咱讲一个概念，阮爸爸定咧甲我讲一个非洲卖鸭的故事，吼。有人去非洲去卖鸭啊，一到非洲就随敲电甲公司讲，哦，咱免做生意啊，遮拢无人请鸭啊。嘿，啊，有的人啊有较好的业务去讲，哦。收好啊！这个人都无饲鸭啊，我会使卖足侪双鸭的。啊，我即摆的心态就是安尼。哦，即摆新一代，因对过去的历史，哦，民族主义啥物物件概念，因无即摆像咱较早遐尔啊明显啦吼。啊，所以因就是拢无饲鸭的人。咱来甲台湾物件、台湾鸭啊，拢袂互因饲安尼。这是我为着出版将来的计划是安尼。我知影你有一个 slogan， 就是台湾人应该要有台湾意识之外，嘛要有台湾知识。是，吼，这我感觉是真好的一句话。
透过台湾的反对运动以后，吼，迄个叫做台湾人的台湾意识，应该拢无啥物问题啊。有关台湾的素材，历史啦，人文方面的，你应该拢迄落。啊，所以阮就希望讲用阮的即个出版品来作为吼，这是阮传达台湾意识思想的一个报函。博案吼，报函咧专家咧讲的话啦吼，就是这函要去到迄函，啊，载物件，啊，阮就是咧传达这个台湾意识甲底线的一个阮一个小小的站。但是我最后是足想的啦，就是透过安尼出版品吼，啊，足侪人来读，啊，前卫出版社我都行去，继续生存，继续做，继续拍拼，啊，是要创啥？证明讲，这是台湾，就是真艰辛的存在，台湾本土啦，一个真艰辛的存在。我会认为是，不管你认同你是啥物人，你爱先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就是爱了解台湾的主体性是啥物物件，爱有台湾知识，你才会当来决定讲，你到底你要做啥物人。吼，毋是讲啊，因为我是啥物人，所以我就来了解即个物件。我颠倒是认为讲，凡是在咱台湾本岛上的每一个人，拢爱先来了解这种相当的知识，某种程度千真不管。有了这，你才来决定，你才来讲对话，你才会感觉真感动，或者是讲你认同。吼，这才真正来对着咱整个台湾的全岛一面，吼，爱变做一个和谐的社会啦。这我真期待吼，前卫出版社，还佫60档，等因孙、干仔孙，紧出来，吼，咱真爱真欢喜，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前卫出版社社长、副社长。